海巡署7月14日下晡3點，佇咧金門經烏鎮的新頭山埔，尋到一隻浮佇咧海面死去的豬。經過檢驗嘛，這隻豬確定是有非洲豬隻，是今年的頭一例。目前呢，這金門的活豬禁止輸入台灣本島甲其他離島。農業部嘛公告，金門豬肉甲其他的加工製品嘛攏暫停輸出。防疫人員全副武裝，佇金門金湖新頭山埔採用檢體全面消毒。7月14日發現這隻海老死豬啊，確定有驗到非洲豬隻。除了是今年頭一例，也是對2018年以來第21件海老死豬啊確診案例。中央是宣布對即時開始到7月2日，暫停金門豬肉，還有相關加工品運到台灣本島甲其他外島禁1禮拜。總統賴清德甲行政院長杜英泰第一時間佇面冊鋪文，強調防疫等於作戰，絕對袂使有任何防疫空碰。時間轉來到今年4月，國內機場也發生邊境檢疫爭議，當時有入境的旅客拒絕配合，甚至這個現場保全無權佇咧管制區內底翕相通報。桃園機場檢疫站特別出面解說，是希望避免防疫破功。拍攝照片這件事情，是因為如果旅客眾多，沒辦法跟隨到這名旅客的話，那我們會直接到紅線台對該名旅客的衣着特徵、公關物屬辨識，以利可以做後續指定查驗的行為。今年4月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正式核准台灣是非洲豬隻非疫情國。面對境外流來死豬啊，中央甲地方唔敢大意，金門縣防疫所也啟動全面封查。加在地目前的案發地點，方圓10公里的豬場，25戶5033隻豬啊，攏總正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